大家好，今日嘅題目呢就叫做《金剛經》淺嘗新解。我就先唔介紹我自己，我諗你聽完我呢段嘅錄影之後呢，你都會明白點解我唔介紹我自己嘅啦。咁《金剛經》淺嘗新解呢個題目其實係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嘅，因為《金剛經》係一本比較深奧嘅佛經啦。短短唔可能喺幾十分鐘之內呢就係講得透徹嘅，只可以淺淺咁講。但係我都好希望喺咁短嘅時間呢，可以將重點講出嚟，幫助大家去有咗個興趣同埋有咗個初步嘅了解，方便大家再去睇落去呢，都唔會感覺到太過迷茫。點解我係新解呢個字？因為呢，我嘅解釋可能會係比較新啲啦，用啲現代啲嘅方式去表達啦。因為依家嘅社會咧，好多人都受過高等嘅教育嘅，對於比較抽象嘅概念或者係啲比較有趣嘅思維方法咧，大家都會唔會太陌生，亦都可能比較容易啲接受所以我就唔再用啲比較傳統嘅方法去解釋嘅。咁喺解釋之前呢，我想先將《金剛經》嘅好處講出嚟，因為咧好多人認為咧，《金剛經》係可以改善運程，可以驅邪導妖趕鬼怪，亦都可以增長智慧咁呢個三大好處啦。咁點解我想將好處先講出嚟呢？希望係鼓勵到大家有興趣聽落去啦，同埋對《金剛經》真係有個好奇心，或者係幫助大家去點解咁困難嘅一本經書，我都要去研究咧，去睇咧。咁希望能夠達到呢個作用。咁改善運程呢個咧係一個台灣一個好出名嘅中國學術嘅學者叫做南懷瑾教授所講嘅。咁佢係講起佛教嘅時候咧，佛教或者藏傳佛教密宗等等嘅呢啲嘅講道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和尚僧人都會去聽嘅。由此可以知道佢嗰個權威性係好犀利嘅，雖然佢本身唔係一個和尚佢係一位居士。咁至於驅邪導妖趕鬼怪咧，其實就係唔係咁難理解嘅，因為咧《金剛經》原本咧係講俾一啲得道嘅菩薩，或者係一啲想行善嘅聖人或者仙人嗰啲咁嘅靈界裏邊咧嘅靈好高段位嘅靈體去聽嘅。咁呢啲咁嘅靈體，佢本身係正神，佢本身係比較陽氣比較重嘅，因此咧啲人認為咧，正因為如此，陽氣盛，自然陰氣就退啦嘛。咁嗰啲咁嘅邪魔妖怪咁，自然係屬於陰性嘅靈體，咁接受到咁陽性嘅神靈喺度嘅時候，佢哋自然會係退避三舍嘅。呢個就係個其中一個睇法啦咁呢個可能當中有迷信嘅成分，大家就自己取捨啦。咁至於增長智慧咧，《金剛經》裏邊嘅智慧其實係比較深奧嘅，佢係好超脫嘅，係真係你就算去大學讀過哲學或者睇過好多其他嘅宗教書籍或者係啲形而上嘅哲學咧，你都會覺得哇呢個仲好似超越咗喎所以咧係會增長到智慧嘅。我個人好相信呢一點。咁好處就講完啦，咁我哋或者係簡單咁講下《金剛經》係乜嘢先啦。《金剛經》係佛教史上咧最偉大嘅經典之一嚟嘅，有啲人認為佢咧係屬於係最偉大嘅經典，沒有之二。就係本身《金剛經》就係最偉大嘅經典，因為佢係智慧嘅最崇高智慧嘅一個代表作。咁亦都係大概係5000個字到32章。咁呢個就係《金剛經》嘅本身嘅結構。咁內容係咩呢？好啦，咁我哋即刻就跳到內容嗰度啦。咁《金剛經》分32章啦，咁呢個係後世咁分嘅。原本《金剛經》冇分，但係去到梁朝嘅時候，有一個叫昭明太子就將佢為咗方便我哋去研讀、去記背誦咧，佢就將佢分咗32章，都好合理嘅。咁你見到個題目咧就叫做法會因由分第一，呢個就係佢昭明太子寫咧，《金剛經》原文係冇嘅。咁或者我先將個原文讀一次啦，因為個原文咧，如果用廣東話讀咧，就比較適合佢原本嗰啲發音嘅。因為原本譯嘅時候咧就唐朝嗰個時候咧係講廣東話為主嘅，咁就所以如果你讀到一啲梵文嘅名詞嘅時候咧，用廣東話嚟讀咧就最接近啦。好，原文就係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1250人俱。
爾時世尊食時，着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日，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咁呢個就介紹咗一個未講經之前，即係佛祖未講經之前嘅一啲背景。咁呢個呢係我唔逐個字解啦。佢基本上就話佛祖喺嗰個時候呢，就某個時候佢就去咗一個叫做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嘅地方，同佢1250個弟子一齊去化緣乞食。咁咧佢就着住袈裟啊，攞住佢個嗰個兜啦嚇，化緣嘅兜啦，係入到去嗰個地方乞食之後咧，咁佢乞完之後就翻去原本嘅住處，跟住一齊食飯。食完之後咧就收翻啲袈裟啊、衣着啊，同埋嗰個缽即係話嗰個兜啦。跟住佢哋洗埋腳，就鋪好個座位坐喺度齊喺度圍爐啦。咁佢嗰個意思就係咁簡單啫。但係咧呢個咁個簡單嘅例子，其實話咗俾我聽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我個人覺得就係話佛祖本身係一個咁有智慧、咁神聖嘅一個人啦，或者係神或者佛啦嚇。咁佢都係會係做一啲好正常人要做嘅事喎。佢都要為咗三餐而忙碌，佢都要好有系統有晒自己嘅衣着嘅儀容去化緣啊。跟住佢之後又要洗埋腳，跟住注意個人衞生咁坐翻喺度，即係佢係好入世嘅。佢即係話咧做人咧就要好積極、好正信咁去做人。我哋有社會嘅義務又好，自己嘅義務又好，家庭嘅義務都要做咗佢先，然之後先至再去深一步咁樣去靈性上面做一個嘅修為嘅。咁呢個咧相反係有啲人可能佢滿身掛晒啲珠鏈啊、神佛戴晒，咁就拜神裝香，咁就諗住就係可以得到人憎。咁其實唔係咁嘅，你係應該係將靈修同埋入世嘅要做嘅 duties 嘅職責都做好佢，先至去咁樣做，先至係一個正信嘅人生嚟嘅。呢個就係個重點啦。咁第二段啦，咁佢就話：時長老須菩提在寨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如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言世尊，願樂欲聞。呢段呢就係解釋俾我哋聽喺食完飯啦，佢哋鋪好座位啦嘅時候咧，佢個十大弟子一叫做須菩提嘅弟子咧就起身就同佛祖行咗禮，就問佢佛祖，我知道你不嬲都好眷顧菩薩嘅，菩薩即係發善心嘅人啦。簡單咁講，咁咧如果善男信女又發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咁嘅程度嘅善心，咁佢應該點樣去咁呢個善心咧？by the way，佢嘅意思係等於一個好有大智慧嘅一個善心嚟嘅。佢有咗呢個意願要做好事，係一個好 committed、好堅決嘅一個決心嚟嘅。咁但係佢要點樣先做得到咧？佢個心態、佢個意識形態、佢價值觀念要點樣先至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咧？咁佛祖就同佢講話：須菩提，好似你咁話齋，我的確係好眷顧啲菩薩嘅，我成日都會對佢哋有所勸誡嘅。咁你依家就聽住咧，我就同你解釋，如果一啲善男信女發咗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嘅時候，係要點樣去安住佢哋嗰個意識形態嘅心態嘅。咁跟住須菩提話：好，我好樂意去聽呢段説話咧。解釋俾我聽咧，主要係有兩個大重點啦。一就係《金剛經》呢個原文咧，其實咧就為咗俾菩薩啦，亦都係有啲發善心嘅善男人、善女人去聽嘅，即係大眾都聽得嘅。咁當然，如果你係菩薩咁高階嘅靈修去到嗰個地步嘅人咧，咁你更加啱聽，更加容易理解啦。但係咧，如果你係普通嘅發出善心嘅男女都會係適合去睇、去持誦、去修讀、
去研究嘅。咁點解咧？因為你嘅就咁念咧，你念誦佢咧，你都會啟發到你嘅阿賴耶識嘅。阿賴耶識就係人嘅潛意識啦。咁你潛咗喺個意識裏邊咧，咁你就會久而久之就對你會有好多嘅啟發嘅。咁呢個甚至有啲人話，如果你相信輪迴有下一世嘅，你今世讀咗，下世好多世咁去讀咗咧，慢慢潛移默化，終有一日你會豁然明白，就好似叮一聲咁樣去 enlighten 咗咁樣嘅意思嘅。咁第二點就係話咧，係你做好事，你都有正確嘅心態，咁咧你先至對人同埋對自己更加有意義同埋更加有效果嘅。呢個就係兩大重點啦。呢段嘢好，我哋而家跳到第三段啦。第三段叫做大乘正宗分第三，個原文咧就係、是、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嗱，呢段呢，我就唔逐個字解啦。佢簡單咁講就係話，發善心嘅菩薩啊，你哋咧應該點樣去嘅意識形態嘅心態應該點咧？當你幫助咗眾生，有即係各種嘅哺乳類動物魚乜嘢都好蛋生又好咩都好，你幫咗呢啲眾生之後，你千祈唔好抱住你已經幫咗眾生嘅念頭點解咧？之後我就同大家講解，但係基本上就咁講。咁至於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呢個特別嘅 terms 特別嘅詞語咧，大家未必明白嘅。如果大家對呢個嘅佛教冇乜認識嘅話咧，你更加唔知係咩意思。但係基本上就係話佢幫人咧，就係幫到佢滅度嘅程度嘅。咩叫做滅度咧？好似咁恐怖嘅毀滅咗？唔係毀滅咗咁意思，而係將苦痛去消滅度化咗眾生，令到佢哋咧唔係普通嘅幫忙喎，唔係就咁俾2碗飯佢食，或者俾幾廿萬佢洗下喎，當然都好啦，好事嚟嘅。但係佢係去到滅度嘅地步，就係永遠都唔會再有痛苦。當佢明白咗呢道理，受到呢教化之後咧，佢就會行入正軌，佢嘅人生咧嘅苦痛咧就慢慢咁樣可以經過佢嘅修練堅持，就會冇晒啦。咁去到嗰個地步，咁就係個意思係咁嘅。咁至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等咧，大家唔好理咁多相住，淨係理我相先。咁咧明白咗我相、人相、眾生相時啲咧，你睇下書就容易啲明白㗎啦。因為個道理咧都係差唔多嘅啫。你喺抽象嘅層次其實差唔多嘅。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啦。咁呢段咧固然係已經解釋咗《金剛經》嘅核心概念嘅，因為好多時啲古時啲經書咩都好，佢哋最主要講嘅嘢咧，佢哋先擺前頭。因為點解？你諗下經書咧喺古時咧，喺印度嘅時候咧，因為佢冇文字嘅經書，其實就代表 sutra。經書嘅喺梵文嘅字咧就係叫做 sutra， 即係一串串咁解，一串串嘅語言將佢記低背誦咗，口傳心受咁樣佢係咁樣去背誦，一字不漏，make sure佢哋背得啱，咁先至係咁千古咁樣傳頌落去嘅，口傳嘅啫。咁所以叫做經。咁佢哋就所以佢哋好多時先將重點擺前頭，費事你聽完之後一頭霧水，去到講咗半粒鐘之後先至講重點。咁好多人已經瞓咗覺，或者係個集中力已經失去咗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其實咧係好大嘅重點已經擺喺前邊嘅。咁其實呢個咁嘅呢句咁嘅説話再重新講一次，就係話你幫完人，你唔好有咗幫人嘅嗰個，唔好有你自己幫到人呢個概念。你自己幫到人呢個概念咧係分別心嚟嘅。呢個分別心點解唔好有咧？點解要無我嘅狀態咁幫人咧？即係話咁其實就同道家同埋基督教嘅所講嘅咧係相當類似嘅。道家嘅《道德經》即係道家嘅最尊崇嘅經典之一啦，《道德經》啦就寫裏邊有文字就話：聖人不自私，是以能成其私。咁呢個説話好簡單啦，即係話你唔自私嘅時候咧，反而會得到自私嘅好處喎。咁樣解。咁基督教都有類似嘅概念，
就係話你有無私犧牲嘅愛嘅。咁你譬如話你睇新約咧，尤其是啦，新約咧就係即係某程度上 override 咗舊約嘅，即係以新約舊約俾個故事俾個 background 你睇，但係新約咧新嘅約束，即係話咧你睇新約為主，咁你係叫大家係有無私犧牲嘅愛嘅。咁如果大家好奇咩咧，有機會大家去 search 下，係哥林多前書嗰度有寫將愛係恒久忍耐，愛係寬恕，愛係呢，愛係路咁嘅，其實講得好清楚噶啦，我講得好乜優美嘅，只不過今日就唔係講呢個話題咗，約略咁大個算啦。重點就係話無私犧牲嘅愛，即係無我啦。你無我，你先敢犧牲到㗎，因為如果你覺得自己重要啲，你咪唔會犧牲自己啦，係咪？所以咧，其實所講嘅嘢大概就咁。但係《金剛經》其實講咗深入好多嘅，佢多元化好多咁樣去分析俾大家睇嘅。好，咁我哋即刻就繼續去睇呢一段文字大乘正宗分第三嘅解説啦。好，咁我重申一次啦。咁佢係講緊滅道層次嘅幫忙，滅道層次喎，即係話咧，你同人講幾個説話，教完佢之後，佢就直情滅道咗，佢永世唔會再有痛苦喎。淨係講今世唔會有痛苦已經好誇張啦，係嘛？你講佢幾句説話，咁個人就會永遠快樂落去喎。其實呢個層次嘅幫忙咧，係需要有一個正確嘅心態，因為如果你自己都冇正確嘅心態，你又點可以達到咁偉大嘅目的咧？你自己能力都唔夠咯，你嘅心態唔啱，即係你自己都未幫到自己嘅時候，你又點幫到人咧？所以呢個咧就係個意義係咁樣嘅。咁好啦，問點解無我先？我呢家明白你想講咩啦？你要無我，咁你先至可以真係去到滅道層次咁幫人啊嘛，即係無我無眾生相無人相等等等等嚇。咁其他相咧我就唔一一解釋，一陣間喺節目後邊咧，我會介紹幾本書，咁大家可以慢慢去睇嗰啲每個 terms 究竟係代表咩嘅嚇。但係呢家咧就唔講呢啲住。咁啦，點解無我就已經可以做得好好多咧？因為如果你有我嘅時候，你幫人你係有目的嘅，你有目的嘅時候咧就有因果啦。因為咁樣我而做呢樣嘢，係咪因果咯？咁因果循環咧係一個業力嘅一個局嚟嘅，一個局限嚟嘅。舉個例子，一個交易所，譬如香港交易所啦港交所，佢裏邊所有好多公司列咗佢嘅資產嘅，你將佢嘅資產嚟買賣做好多financial instruments 嘅一啲嘅交易，但係公司嘅資產擺上係有限，你買嚟買去，將佢滾嚟滾去，再多嘅交易，再多嘅買賣，你所賺到嘅錢都係有限嘅，因為你從有限啊嘛，有限裏邊出到嘅嘢自然亦都係有限嘅，你無端端唔會嘣一聲多咗幾萬億裏邊嘅，係咪？人生一樣，如果你將你嘅業力循環，永遠都係咁喺度循環住，因為咁而咁樣，咁你所得到嘅功德咧，你所做到嘅善事嗰個 impact 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就係較低嘅咁樣。點解較低咧？好簡單，睇下公式啦。呢個公式雖然係比較好似奇怪啲咁多，但其實好合理嘅。諗下功德咧，就等於你所做嘅善行，你嘅善事 over 你嘅條件。如果你個條件越多嘅，譬如話舉個例子，一啲人可能佢身家幾廿億，但係佢就捐幾廿萬，就為咗上下電視出下名同啲明星握下手唱下歌咁樣嘅。咁當然都係好嘅事啦，都唔好話莫為善小而不為啊嘛。咁但係你個條件就係要上電視，又要明星握手成，咁你咪你嘅善行嗰個意義咪低咗咯，嗰個功德咪細咗咯。但係如果你做個善事，可能你得幾萬人身家，但係你捐咗幾千喎你又唔需要出名又唔聲盛，你主要係因為想做好事而做好事自己嘅就做咗就算啦，因為你有個同理心、同情心，你有一個心，基於咁嘅心態，基於愛咁去做呢件事咁你嘅功德咧喺條算式度咧，你就睇到係更加高嘅。咁你可以從呢個方面理解啦。譬如話你嘅條件係零，咁你嘅善行你知啦，大家學數學，任何嘢俾零去除都係等於無限，咁你嘅功德咪好大咯。咁功德大啦，咁點 so what 係咪？你功德大咧，
其實就喺一個循環、個業力嘅循環之中，創造咗新嘅基數，你創造咗新嘅價值喺裏邊嘅。正如話你突然間假如你發明咗 DeepSeek 人工智能好出名嘅模型叫做 DeepSeek 一發現咗之後，成個 NVIDIA 其他嗰啲嘅輝達嗰啲嘅股價都產生好大嘅變化呢啲嘅變化就係好明顯指出，當你真係創造啲新嘅價值出嚟咧，你嘅 impact 對社會嘅 impact 對你自己所得到嘅都會好唔同嘅，都會多好多嘅。咁我哋或者去從第四點去了解下第四點就係講到關於命運定數即係突破，即係話咧好多人去算命睇相去俾咗個時辰八字出嚟，跟住算到佢條命係咁樣咁樣，有時都好準下嘅。咁點解好準呢？因為中國嘅玄學咧，其實就冇迷信嘅，佢只不過佢自己嘅一個叫做科學啦。當然唔同現今嘅科學，佢個科學就係話佢根據中國嘅五行元素因果循環咁樣嚟去計算一個人將會發生咩事，大體係會點樣？點解我話陰陽五行呢啲咁嘅易經河洛理數諸如此類係一啲因果呢？因為當你一講到陰陽五行呢啲咁嘅概念嘅時候咧，裏邊其實就包含咗因果嘅關係。舉個例子，五行木生火，點解木會生火？木都要燒着咗，你都要走入去點着佢，燒着咗，燒起上嚟先生火噶嘛。佢繼續燒，繼續即係時間啦，有個時間軸喺度啦，佢繼續燒緊，燒咗火。或者點解水生木水灌溉咗俾木，跟住先至會生長開花。喂，咁係一個因果，因為要淋咗水，淋水你都唔係揼一聲即刻變到花出嚟㗎，會生都要時間。所以其實咧，五行係講緊一個時間嘅變化嘅。嗰啲天干地支全部都係咁嘅概念。用呢套咁嘅概念嘅系統嚟到去描繪一個人嘅生命嘅命運、個命格等等咧，其實就係一個中國玄學將因果擺咗落去嘅一個學術嚟嘅。咁如果你喺你發覺自己運數唔係幾好，你嘅命運唔係幾好，你又發覺咦幾準喎，真係描寫得我好貼切喎。咁我點可以變咗好運呢？變咗好命呢？係咪？你已經出世咗咯，你已經受到咁多因果之前嘅嘢影響咯。你如果係繼續喺裏邊嗰個所有現存喺你命盤裏邊嘅因素，你如果繼續喺裏邊嘅來來回回咁做交易，你來嚟去，你都係有限嘅，你都可能突破你現有嘅格局所以咧，如果你要做善事，你就可以超越呢啲五行之外，增喺你生命中創造好多好嘅因子喺裏邊。咁好有好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等。咁你咪可以將你嘅運氣改好咯，改善咯。呢個就係點解喺從呢幾個觀點係睇得出，如果你做好事，咁你會得到好報。咁呢個嘅一個嘅原因。但係你要做好事做得好，你就要盡量將自己擺低啲，你做一啲咁就可以做得更有意義嘅好事。咁你所創造嘅價值對個社會對自己嚟講都會更加正面啦。呢個就係我對《金剛經》嘅膚淺理解啦。但係我覺得喺呢幾個方向呢係會幫到大家嘅，所以我就喺度同大家咁樣分享。另外，你可能會覺得，咁究竟點做到啊？我始終都因為想功德呢條算式，我要得到好大功德，我去改善我命運啫。咁係點先可以做到無我呢？明明係有我，又點可以變無我咁矛盾嘅呢？你講緊啲咩呢？係咪？你會有咁多疑問，好多人都有，但係我可以話俾你大家聽。當你將自己越擺越少嘅時候，你會發覺你嘅世界係大咗好多嘅。你幫到人嘅喜悅，如果你真係可以深深去有個同理心去體會到佢嘅喜悅，你就會更加發覺自己嘅痛苦係縮細咗。因為你嘅目光唔係淨係為咗自己，你一定會面對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你冇得走。但係咧，你如果係將自己心胸擴闊咗，唔再係局限於自己，放喺世界嗰度，咁你會嘅人會開心好多、開朗好多咁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證明係無我點解係咁重要。當你開朗咗好多時候，你先可以去 cheer 人哋 up 噶嘛，係咪？當你自己都咁悲苦嘅時候，喂，你仲去幫人，喂，都唔係好 convincing，唔係好有說服力，係咪？咁好啦，今日咧我自己對呢個嘅《金剛經》嘅分析咧，去到呢度為止。因為《金剛經》呢成5000字，
講晒真係冇乜可能嘅。如果日後有機會再講，咁我呢家就或者介紹一本一啲書俾大家睇下啦。呢幾本書咧，我發覺咧都好有用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買嚟睇下咧，咁你大家就會可以對金剛經有更進一步嘅認識嘅。正話自己講咗無我啫，佢仲有無法相、無好多嘢嘅。無眾生相，好多無相嘅概念喺裏邊。咁希望大家就有機會去再深入咁研究。咁呢啲書咧因為我都你上網都好容易查到嘅，我唔再詳細去將佢哋逐一咁同大家講啦。希望大家買嚟睇啦。好多謝大家。